做的呀？看一下。主要是28又发了，食王素，来吹。你拿干净的毛巾给它擦一下脸嘛。再吹。自己感觉好一点点啊。啊，坐起来。坐起来。吹15秒，吹的。持15秒，不要泄气。对，不泄气啊，用劲，不太。好，持15秒，好，持15秒。憋一下啊，用劲憋的啊，好。别吐气，憋住。5秒，憋15秒。憋的不行了就告诉我们啊。憋一下啊，对，好。最大的力，用最大的力。好嘞，掌声。来看看下来了。下来了。好，放下来。歇一会儿。好多了吧？拿个心电图来了。心电图机，哎，把杯主机持上。啊。看着没方向了。这些操作都很简单啊，自己也可以搞。你包括刚才我按你眼球，对不对？轻轻的往下按，你莫太用力了嘛。然后像刚才那个动作应该也学会了，就让你爱人帮你搞就是了。你憋住，然后往下一倒，让你爱人帮你脚一抬，这就可以。搞2次就会好了啊。